我哋今日嚟到呢度係希望向梁振英政府施壓，要求梁振英撤回國民教科。我哋成個社會嘗試好多唔同嘅方法，我哋試過遊行，試過集會，試過絕食，但係梁振英政府對我哋嘅訴求仍然係無動於衷，仍然係堅持唔肯去撤回國民教科。我哋不信服啊！所以我哋今日開始用罷課嘅行動，要求梁振英政府去撤回國民教科。國民教科唔單止係一個教育嘅議題，佢更加係一個政治嘅議題，因為佢係一個政治嘅任務。梁振英政府堅持唔肯撤回，就係因為呢個係中央俾佢嘅一個任務，佢一定要去完成。佢應該係呢頭。因為我哋香港人回歸咁多年，我哋仍然係擁抱住民主自由呢啲嘅價值。中國政府佢唔願意見到，佢想清洗我哋嘅公民意識，想令到我哋下一代係變成國民，所以佢要推行國民教科。但係我哋會唔會俾推行啊？今日我哋選擇嚟到中大嘅呢個百萬大道舉行集會，係有佢嘅歷史意義。我哋香港已經有20年係冇舉辦過或者冇辦呢個罷課，但係今日大家創造咗一個歷史，大家一齊參與咗20年嚟嘅第一次嘅罷課，大家俾掌聲嘅。今日只係一個起點，唔係一個終點。今日我哋罷課嘅行動，呢一度係一個開始。我哋繼續嚟緊落去，都會有更加多嘅行動。如果梁振英政府仲係唔回應我哋訴求嘅話，我哋唔排除會繼續罷課。同時，我哋大學生亦都係時候要接呢啲棒啦。我哋要去捍衞我哋香港嘅核心價值，去維護我哋嘅民主自由，好唔好啊？好！梁振英政府琴日宣布佢會收起國民教科嘅當代國情，但係其實佢呢個只係為我哋今日罷課去降溫。佢呢個修改其實係唔恰當嘅，因為喺國民教嘅指引入面根本就冇當代國情嘅一部分，而佢係滲透住喺國家範疇嘅每一部分。所以我哋睇到其實佢呢個所謂修改，最終只會跟隨政府嘅意願，佢想去收邊 part 就去收起邊部分，而唔係回應我哋民間嘅訴求，全面撤回國民教科。同時，我哋認為國民教科係有住根本嘅問題，佢係有一種身份認同嘅一種概念混淆。我哋要嘅唔單止係一個國民嘅身份，我哋作為一個人，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身份，國民只係我哋其中嘅一種。我哋有權責，我哋有權利，我哋嘅學生有權利去選擇，我哋認為邊一種嘅身份，我哋係最認同，係最重要嘅。我哋唔需要有一科國民教科去灌輸我哋下一代，認為係要國民身份係最重要嘅。今日我哋嚟到呢度嘅訴求好清楚，就係撤回國民教科，撤回國民教育科。